好，你好啊，Tony 哥，係啊，今日第二集 Hello 係啦，咁你就上一集咧就同我哋講話區分雪茄行業點樣區分呢個水貨同行貨分別，咁麻煩你啦，今日同我哋分享下啦。嗱，呢個就係第二集 Part Two。以我嘅認知，如果用古巴雪茄嚟表達，就係香港應該亞洲區嘅代理都係古巴雪茄比較出名嘅高希霸、3個 T 嗰啲咧，都係太平洋行負責。其中一間分行咧就喺尖沙咀加拿分行。咁包括有啲大嘅公司同佢攞貨賣俾人都有嘅，全部所有嘅古巴雪茄都有人哋嗰個記號，有個乜紅色嘅喺度，慢慢再介紹俾你。嗱，呢個咧就係古巴雪茄太平洋行代理，你唔係幫佢買就係水貨。同埋，如果你要講多明尼加雪茄，中國煙草就代理咗多明尼加4個品牌。你如果係呢4個品牌咧，你就要幫中國煙草買，咁咧就叫做行貨。咁我亦都知道香港有一間公司叫做克羅洛斯，就代理咗多明尼加2個品牌嘅雪茄，一個叫做克羅洛斯嘅品牌入邊嘅其中一個，另外一個咧就叫做聖地牙哥，都係克羅洛斯代理，佢代理咗2個品牌。咁喺呢度咧，你會睇到呢一個就係克羅洛斯嘅品牌，多明尼加克羅洛斯代理。而呢一個就係克羅洛斯嘅聖地牙哥品牌，都係佢哋代理嘅。咁如果你要買，重複翻俾你聽，你要買古巴雪茄，就係去太平洋行買行貨。古巴雪茄冇錯㗎啦，你係幫佢買，人哋代理咗幾十年。如果你要買多明尼加雪茄，就中國煙草代理咗4個品牌，香港克羅洛斯代理咗2個品牌，一個就係克羅洛斯，一個就係聖地牙哥。你幫佢哋買就係行貨，唔係就係水貨。多謝，再介紹俾你識，下次。好，Tony 哥，咁下一集我哋解釋啲咩啊？你同我哋分享啲咩嘢咧？咁我聽多啲響小紅書同埋其他嗰啲朋友想聽啲乜嘢，我就喺第3集再講。好多謝晒，拜拜。拜拜。